大家好，我係 Good Channel Thai 對路泰國嘅 Kun Ming 嘅。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，會同大家聚焦一個全球熱搜嘅話題 AI 數據中心。以往當你聽到泰國呢兩個字咧，你就會聯想起旅遊相關嘅。但係若果最近你有留意國際嘅新聞，你會發現一股前所未有嘅數碼浪潮正湧向泰國。全球三大嘅科技巨頭包括 Google、微軟、Microsoft 同埋 Amazon， 不約而同宣布喺泰國投資數十億美元計嘅資金，建立區域性嘅數據中心同埋雲端區域。從明展已經話俾你知，泰國即將成為東南亞嘅 AI 運算心臟。數據係最真實而且唔會呃人嘅，單係 Amazon 就宣布計劃喺泰國投資超過1900億泰銖 ，Google 亦宣布投入360億泰銖擴建數據中心，而微軟亦承諾喺泰國建立首個 Azure 數據中心區域。點解全球科技首選出海泰國？一、地緣政治中立，喺中美角力底下，泰國係極少數同時同中國同埋美國保持友好嘅關係，數據安全風險相對可控。二、電力供應穩定，運作 AI 數據中心需要極大嘅電力負荷，泰國嘅電網喺東南亞之中相對穩定。三、數碼基礎建設，泰國嘅 5G 覆蓋率極高，適合做數據傳輸嘅樞紐，圍繞住 data center 嘅上下游供應鏈，同伺服器冷卻系統、精密電子組件，去到軟件開發、網絡安全服務，將會迎來至少10年嘅黃金增長。從事 IT 電子數據中心嘅配推企業，可以喺 IAT 自由貿易區設立100% 全外資泰國控股公司。自貿區裏邊嘅企業涵蓋科技、貿易、營銷等多種經營範圍。歡迎私信我哋嘅商業顧問，了解更多。